高息 ETF 唔係見到700-8%股息率就買，買之前最少要睇3樣：派息來源、淨值有冇長期損耗同成交額夠唔夠。今日用 SL886高息 ETF 頁面同你拆港股收息底倉點揀，內容只供教育，唔係買賣建議。通脹同高息環境下，好多投資者想揾現金流同防守底倉，但高息本身唔等於穩陣。如果只一睇股息率，好容易跌入收息蝕價，派息照收，本金慢慢縮。所以你要問嘅唔係邊隻最高息，而係邊隻息率同風險最啱你目標。用 SL886財經網嘅高息 ETF 專頁做第一層篩選，你可以按股息率、回報、成交額同流動性排序，先縮窄候選名單。工具唔會代替你做決定，但可以幫你避免由零開始亂掃市場。記住，排序靠前，這代表數據符合提點，唔代表適合你個人風險。高息 ETF 喺組合入面，通常扮演收益倉或者防守底倉候選，而唔係萬能避險。佢個好處係分散、透明、易買賣，風險係持倉，可能集中喺銀行、能源、公用或者備對策略產品。你要清楚自己係想要每月現金流，定係想要長期總回報，兩個目標唔可以混為一談。檢查位一：派息來源，股息係來自持續盈利、期權金、債息收入，定係可能包含資本撥付。官方文件同基金說明書一定要睇。正收益率唔代表正回報。如果派息部分由本金補貼，長期可能越收越薄。呢點喺備對 ETF 同部分高息產品特別重要。檢查位二：淨值同股價有冇長期損耗。最危險唔係息率低，而係收息蝕價。表面股息吸引，但二級市場價或基金淨值一路向下。分析時要將過去12個月派息同同期價格走勢一齊睇，唔好只記住最高息率嗰一格數字。檢查位三：成交額同流動性。港股 ETF 如果每日成交太薄，買入同賣出價差可能好大，急用資金時更難退出。SL886頁面可以幫你對比成交額，但最終仍要睇你計劃投入嘅規模會唔會影響市場。大額資金更要保守。講到防守底倉，銀行股係好多人第一個諗到嘅板塊，息率吸引。高息環境下淨息差有時受惠，但要獨立評估信貸周期、壞賬撥備監管同派息政策。銀行可以係收息工具，亦可以喺經濟下行時波動好大。以下提到任何板塊都只係教學框架，唔係推介。第二類係公用事業。電力、燃氣、供水相關需求相對穩定，現金流可見度較高。港股常見例子包括中電控股、港燈等，但要睇監管周期、燃料成本、減碳政策同利率。公用股唔係悶聲發大財4個字就講完，利率升跌都會影響估值同融資成本。第三類係能源同大宗商品相關，油價、地緣政治、股息政策同 ESG 壓力都會令波幅放大。高股息有時係補償高風險，而唔係免費午餐。若果你透過高息 ETF 間接持有能源倉位，要睇基金持倉集中度，避免以為分散咗，其實仍係壓住同一條宏觀故事。英文圈好興講品質、價值加股息成長，類似 SCHD 呢類框架。唔係淨睇最高息，而係盈利穩定、負債可控、派息有紀律。港股可以借鏡，優先揀有持續派息能力、估值唔過分離譜、業務唔靠一次性收益支撐嘅標的。高息 ETF 可以作工具，個股就要自己做年報功課。最後俾你5個檢查位，可以截圖：一、派息來源可唔可持續；二、淨值同股價有冇長期損耗；三、成交額夠唔夠？4、持倉會唔會過度集中？5、高息係咪只係補償高風險？想我下一集逐隻拆解 SL886高息綁前列 ETF，留言打高息拆解。
記得訂閱 SL886財經，撳鐘仔。本片只供教育，唔構成投資建議，投資涉及風險。